今晡日咧，เรา大家來分享嘅係基子法，也係輕鬆用嘅我覺得用嚟講輕鬆用，因為一般以前青島人佢沒有沒有這樣的危機意識，佢們知道呀冇乜嘅了不起啊，因為乜嘅東西啊就本意。不過為什麼呀大家會按從事按樣嘅法律，就係因為其實因為各自嘅外流造成青島嘅問題。乜嘅問題，其實你係講就係人大天把問你講你會買東西冇，哎呦係細細嘅問題，清楚嘅係大家會用你嘅資料去放水，有青島放水嘅問題，也係信用卡嘅問題、金融嘅問題。我說基本嘢也係希望講做得透過基本嘢嘅節目同鄉親朋友嚟講，真係我清楚注意你嘅個人資料，冇把到嘅冇乜嘅了不起嘅事情，其實係輕嚴重嘅事情。3年來看一下上一段節目你講到嘅係人肉搜索、人肉搜索，也係懶人包。一般來講，青島人一開始就會問乜嘅係懶人包。懶人包，男士包，男人包，男士包。男士包其實算幾個算還算收集的領域啦。佢都將個資訊嘛，資料全部收集供下。我嘅看單詞嘅，是一看都明白。一看就清了解，全部了解咧。嗰時候你講，然後講到嘅空中都係講，你係收集本身啊冇問題。講你總得處理，總得利用。除非佢嘅收集本身係做違法用途，你收集本身冇乜問題。按照他可能佢處理利用，佢可能做違法嘅利用，甚至濫用的問題。哎呦，就做得高級。冇錯。還有TC 點輕有意思嘅問題就係，也大家都會用嘅 GPS 定位，然後位置嘅訊息，也很普遍呢。律師，這很普遍，輕普通誒，這跟個資有乜嘅關係？你個資他講到可能唔個名，可能唔個身份證號碼，你就是你講一名你列個資，昨天他講到那個 email 信箱，email 信箱本身然後一通用啊，email 信箱內底也蠻嚴，總會 email 信箱佢有名錄聲響都低，唯一的 email 信箱嘛，通用你 GPS 就係位置的訊息都會。就是唯一都會你在內部的一清楚的，等於說老的個資做連接，都會就算個資了。真嘅有一個青洋蔥嘅問題，就會讓他青島嘅人都很喜歡青島去打卡。乜嘅打卡打卡嘅意思就會講你哋哪裡是東西，你去到那邊你就打卡，哎，大家就啲壓下你哋壓力。不過打卡是你個人，你給人嘅行為，故所係做得嘅。不過有個問題就係，青島人打卡嘅時間，我一個我還跟誰在一起？有冇？比如講，我壓個我壓啲把臉那邊是東西，講得清楚哦。不過還有乜啥咧？還有劉基總，還有乜啥，有冇？按樣也算是，如果你沒有經過你嘅朋友的同意，其實也算是一種個資，對不對？按樣也是違法的。冇錯，佢個人的部分冇問題，因為佢自己公開嘛，就是等於說佢個人同意，總會你另外一啥，另外一啥，當然有講到個名，就算了。相片還唔怕啦，相片有可能係相片，然後佢向下協商，你相片你本身冇問題，不過係相片，嗰個有名哦，有可能就有問題咧。佢說按樣係做唔得，不過其實講到按度簡單講起來。也係挺複雜嘅，我嘅感覺係按樣嘢。不過有一個這個個資法來保護大家係一定要有的，因為比如講你的資料外泄，其實你還是有蠻重的罰則的。就像律師講的，其實你會罰錢。係講輕洋蔥的，你還要抽籠有可能你還要有牢獄
的这个可能会坐牢啊，有个问题，故说大家很要请注意哦。还有轻重要的问题就会，其实我们也会大家也是希望讲大家吼，还要保护自己的资料，要保护自己的资料。你要去到青岛的地方，你会注意啊，迄个你下嘅资料嘅时间，你会了解啊，因为资料係咪清楚留本大家，留本幾十年，還有你留嘅資料嘅內容係乜嘅？迄個係明聽聽做得啊，比如講佢會留嘅資料很多，而且是很隱私的，啊，你就會注意嘅。不過基本嘅吼，唔看吼，我要有一本書吼，這個薄薄的吼，唔過吼，我同個律師吼加工來看一下哦，我發現這裡面的個東西吼，給文字吼是才係清難，唔過因為吼，做埋愛拿律師這本書呢，因為裡面有很多的這個實際例子，都得同大家來分享，係嗎？是不是有記得什麼例子嗎？會考試厲害嗎？冇問題啊，這個案例啊，大概就案例開有興趣啊，哦，就這個泰公司，當年可能他到可能辦信用卡，可能銀行啊，即係申請嗰種嘅天發貨嘅數據啊，咁啊申請一度，故說你泰公司吼，佢就一度價值哦，計算個1000萬筆啊，結果。佢嗰種嘅叫做這個廢紙回收就冇啊，要廢紙回收、廢紙處理哈，嘅處理啊，結果佢個處理嘅人員都犯了重大疏失啊，乜嘅疏失？佢就全部得不到個垃圾桶地步啊，佢就挑剔聽聽啊，咩已經個要將那廢紙提拆開啦，或者要用碎紙機，碎紙機嘿，結果佢就得不到垃圾桶地步，結果有1000萬筆嘅嗰種嘅個資哦，全部無人做不法使用，哇！哦，你係本人過啊？不過也係真係有人去垃圾桶翻找誒，有人去個垃圾桶去搶咁做的誒。沒有，可能有心人，你的意思？也是啊，佢可能佢都想哦，你就假設啦，佢賣部嗰種嘅啊，哦，賣部嘅犯罪集團，哎，反正係賣錢都做得嘅。哦，我哋係送些乜嘅？對咧公司有重大疏失。給那個人呢？如果是丟垃圾嘅那個人呢？挑鐵石嘅張人呢？哦，當然佢將佢賣唔騙人，當然這個是違法的。不過丟垃圾佢該唔係故意的啊，他就是唔小心丟掉，那他需要負什麼法律刑責嗎？有冇？你頭先講到咗，你啊，第一個當然不能積極外流啦。第二都係你嗰種嘅保護措施啊，沒有做，係冇做好啊。太好，你都非常容易舉證的公司啊，要負責任。好，故說呀，黑公你有嘛啊，青島你嘅資料天發明誒吼，你嘅挑剔嘅時間要先撕掉，我先撕掉，確保唔會有人吼，佢嘅鐵石桶你嘅資料拿起來嘅時間，還用膠水落去釀再去，哎呀就去。差不多，這種越撕得越細越好。那因為你想看啊，如果吼要去旅行嘅時間，你會加入個旅行社，也沒問題嘛哈。有些旅行社現在你嘅資料打開來，最後一頁會有所有青島嘅所有嘅團員嘅名嘅老天發誒。這個是好意呀、啊，因為你嘛，大家向下出去了，不過公司才發，因為你是跟團，故說你也唔認識其他嘅人，可是你打開了一個時間，你的同團的人有30個，有青島有30個人，佢有青島嘅資料，其實按樣還係做唔得嘅。當然對。意圖，有係個意圖跟用處利用，還有一個特定範圍啦。喺講特定範圍，唔互相聯絡當然咪做得啦。唔係做其他用途都做唔得。唔講你想講，係講係有目的嘅人，係看到按樣嘅資料，係做得拿起來去做不法用途啊，這就是不行的。唔過可是我嘅意思係講，你看到按樣就係一種很容易的一種給人嘅資料外流嘅一個方式之一啊。那個有心人士啦，不但這樣做不法用途做唔得，你根本超出用途根本做唔得啦。超出嗰種嘅，你就會互相聯絡嘛，就這個團嘛，你超出然後打電話買保險嘛，全部超出用途做唔得啦。唔過我嘅下嘅律師吼，有講一個親有意思嘅案例，就係你講一個人他被人告係冇本人告。應該係佢本人告，你就心情唔好。因為個對方亂我被告啦，佢都非常一模爽，仲係有佢都簽媒嗰種嘅
这个检察官吼，就还他公道，结果都还他公道，安收到落来不起诉处分书，其实轻防疫，其实欢喜耶。其实想讲哇，无事情的呀，轻防疫，因为一开始给时间是轻欠，有没有心情轻吼？想讲你高矮，你高压你可能高嘅结果很样诶，无事情，无事情，结果佢还是有事情。佢都真痛啊，痛高头咧，偏防疫嘅。佢将呢个文哦不起诉处分书哦，不用搭在嗰种嘅公布栏上边。结果将所有的戒指啊全部公开咧，结果公文对付公本人高，公一个，呀，係真勁嘅案嚟啊！真嘅案啊！你想看呐，因為大家可能唔想講，因為也係嘛緊原因，因為吼佢拿到嘅不起訴處分書，嘅不起訴處分書其實有輕度、輕卑咩嘅指標。我唔想。冇按昨日按講吼，有輕度、輕卑咩嘅指標，唔過因為佢貼防疫嘅，佢想講哇，我呀冇事情嘅，呀這個不起訴處分書，我就會用到嘅公布欄哦，哇，結果有本人高誒。哎，刚才还有一个什么例子？亲有意思。这个县政府啦，县政府有一个自救会啊，结果那个自救会都自救会都遇到肺炎嘛，遇到肺炎，肺炎的嘛遇到戒指啊，个人资料，结果出个大乌龙都，其中的所有可能有500笔或1000笔的啊。戒指的资料哈，全部哈不用在那个说明书底部呀，不用在因为佢判发通黑嘛，佢判发通，这就跟我刚刚讲嘅李行沙嘅強用嘅道理啊，還有不用在名錄上邊哦，本人哦可以自由下載，結果這個本人夠啊，唔過佢係沒有意圖的。一開始佢係沒有意圖啊，佢冇想，所以講佢冇想按到嘛，佢意思講大家都係朋友啊，大家聯絡一下就做得了啊。總會記得，我比較按嚟做嘛，記得重大疏失啊，重大疏失，結果這個那真實的案例啦，本人過200萬，按多錢？對方過幾個賠200萬，結果最後的結果又賠按多錢嘛？已經可以不賠，總係可能因為你明顯的疏失啊，明顯的疏失，你今天冇賠，總係賠幾多可能發現千倍係冇賠幾多。唔過亞勇士就係表示嘛，個意思就係表示愛請律師誒，係咪做這樣講吼？唔過吼節目嘅時間吼，各地請假吼，有乜嘅建議冇？問大家。建議都係講大家有啲東西吼，盡量都填下東西都係講到填下資料吼，目的用乜嘢要看清楚，看清楚係。因為我們就都研究了戒指法，戒指法底部哈有一道統計數哈咯，戒指統計數，就會看到個底部個條款啊，我看清楚，摸下看沒關係哦，下到就像賣身契用用啊，總會可能看清楚將統計了一下。哎呀，這樣做得。哎呀，這樣做得報復去幹嘛哈？故說根本已真經謝謝案子誰是某劉律師，唔是生意，張偉了。好，鄉親朋友哈，希望大家都有請大家收報告，大家先聊下，等下聽人線上嚟做認同了。